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中国房地产报它有一篇报道说，哈尔滨一装修公司卷款跑路，数额巨大，公安机关介入调查。这个关于装修公司日子难过，咱们最近也聊了不少从这个什么住范儿暴雷到这个亮家居老板，对吧？一跃而下，再到什么居然之家老板王林也是一跃而下。惨状一个接一个。今天中国房地产报作为住建部的喉舌媒体，他报道哈尔滨一专业公司卷款跑路，警方介入，因为数额巨大。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中防报记者王银超、高中华，哈尔滨报道说，老板要跑路了，你快来公司吧。7月29日，装修公司监理人员的一通电话，让颍春的苗云心凉到谷底。他匆忙赶到哈尔滨一家名为黑龙江省一品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叫一品装饰办公地在那里。苗云遇见了很多和他有着类似遭遇的业主，有的遭遇开工不久后便停工，有的遭遇交了全款，甚至开工地还没开工，钱已经交了这家成立于今年2月25日的装修公司，还不到半年时间即暴雷跑路。业主们自发统计的数据显示，已有200多户业主受骗，涉及金额超1000万元。记者在现场看到说，一品装饰门店已经人去楼空，仅剩下从四面八方赶来维权的业主日夜轮流守候在门店内。记者了解到，目前哈尔滨市公安部门已介入调查，说这家装修公司跑路前还催缴尾款，说为了给孩子上学老家在蕲春的苗云在哈尔滨香坊区买了一套二手房，打算在9月份开学前把房子重新装修一遍。5月12日，苗云和一品装饰签订了全屋定制装修合同，合同总金额7.5万元，先期支付了58750元。双方约定7月11日开工。因为家中有事他便回了蕲春，期间曾询问公司工长和监理工地是否如期开工，对方均告知已经开始施工，但从来不给拍照。7月29日，我在抖音上看到有业主发维权视频，说装修公司黄了，赶快给监理打电话。对方告诉我说，老板要跑路了，你赶快来吧。赶到哈尔滨后，苗人才发现自家工地根本没有施工，一品装饰的门店里挤满了赶来维权的业主，而公司的工作人员却都不见了踪影。孩子快开学了，工程不能耽误，没办法，只好自己又找了一个施工队把活干了。现在都不敢再找装修公司了。和苗云不同说王丽华和安童家的工程都是干了1点后便遭遇停工。安童是装修房子准备结婚，5月12日开工，6月17日油工验收之后便一直停工，整体工程大约干了40%。7月24日，他找过装修公司，对方告知他8月4号复工，结果7月28日，监理告知他公司要黄的消息。王丽华告诉记者说一品装饰暴雷早已有迹可循。7月10日，因为家中工地干了3天便停工，他曾到一品装饰找过，当时就有不少业主来找，都是和我类似的情况，装修干了1点就扔下来了，大家都说公司是骗子。当时经理还让我把尾款交了，说交了钱就能接着干，但被我拒绝了。公司都在暴雷前夕，他们还在骗我们交尾款。曹欣欣告诉他本来不打算交尾款，但7月22日，设计师给他父亲打电话卖惨，说不交钱公司就要把他们开除了。父亲催着他当天去交了尾款，结果7月25日，设计师打电话告诉我说公司黄了，这不明显的诈骗。业主告诉记者说他们自发统计的数据是，目前有280户业主被骗，最多的业主交了近20万元，涉及金额已超1000万元。我统计数据时发现，很多年纪大的交了钱一直没开工，年轻一点的催得就开工干了。曹欣欣告诉，不光是业主交了钱没开工没装修，连这个材料商、施工方都被这个装修公司欠款。不止业主被骗，一品装饰的材料商、施工人员也被拖欠了不少钱。工长王先生告诉他与一品装饰合作1年多时间，
间，去年这个公司啊叫黑龙江北耀芳华装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方装饰，他们都是以包人工的方式与公司合作，半个月结一次款，至今还拖欠他们8万元左右。公司有20个工长，每个工长下面有15到30名工人，工人的工资基本都是工长自行垫付的。现在一品装饰拖欠工长工钱从10万元到30万元不等。2024年12月，公司出现了资金链断裂问题，不少业主也是交了钱，工地干了一点就停工，很多业主来公司找，有的业主还去法院起诉了，但是不少工人打算不干了。公司老板房雷，你说这名字叫的，老板的名字叫房雷，暴雷的雷，这不简称就是房地产暴雷，这名字起的不好，偏偏还干房地产相关的这个行业，这属于自己。这个公司老板房雷给大家开会说啊，如果想不干的可以走，但是拖欠的工钱暂时不能给，啥时候有钱啥时候给，但即使有钱也要先给继续跟着他干的人，没办法，我们只能接着干。王先生告诉今年开始，公司代表3天2头就去法院开庭，房雷就一句话，公司账上没钱，他名下也没有财产。今年3月，公司改名为一品装饰，还是原班人马，换了个招牌继续干，这就是老赖啊这个常用的手法，对吧？换个牌子，这个是为了这个躲避债务。说当时公司在广播上打广告，说8周年店庆，推出了一些装修送家电的优惠活动，很多人都是听了广播后来的。业主们告诉记者，在北方有家装饰之前，公司最早叫黑龙江格纳装饰集团研究。你说这个哪有一个公司天天换名字的呢？这本身就有问题啊！这就是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啊。说套路都是一样，这个招牌名声干臭了，就换个名字接着干，公司地址始终不变，对吧？他招牌变了，那你找个原来不见了，黄了，对吧？实际上还是同一帮人。说去年底就有业主报警了，但当时警方并没有立案。如果那会儿监管严，从北方装饰出问题就严肃处理，也就不会有我们这些受害者。说到底还是行骗的代价太小。有业主表示啊，负责给一品装饰供应大理石的王女士告诉记者，他们是2024年与北方装饰签约供货的，以前账期是1个月结一次，去年拖欠他们40万左右没有结清，有10多家供应商基本都欠钱，最多的一家欠了70-80万元。去年11月份，房雷召集供应商开会，安抚大家，称什么问题都没有，他名下有别墅和房子，卖了还债，绰绰有余。王女士告诉记者，当时有业主来找，房雷给出2个解决方案，要么公司有钱了继续装修，要么先退20%钱，剩下的分期还。有的业主一期就拿到几十元还款。今年7月16日，一品装饰的主裁经理称病休假。7月29日，工程部经理失联。等到7月30日，公司就彻底没人了，全是赶来维权的业主。王女士告诉公安部门介入调查。企查查资料显示啊，说房雷最早于2014年1月在大庆市让湖路区开了一家地板商店，目前已经注销。2016年又在大庆开了一家旅游咨询公司。2020年开始，房雷进入装饰装修行业。7月28日成立了吉林省格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你说这是2020年房雷一进入这个房地产相关行业不到1年，2021年恒大就暴雷了，这房地产暴雷啊，叫房雷。你说这是闹的。说业主、施工方、材料商都欠钱，可收到业主超1000万元的资金去向何方？业主们告诉记者，前几天房雷曾给部分业主打过电话，表示警察也拿他没办法，要么让他接着干，要么就去法院起诉。8月6日，记者多次拨打房雷电话，但始终占线，又发短信提出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房雷始终没有与记者联系。我们现在日夜值守，一方面阻止一品装饰公司的人回来拉走公司财物，一方面也提醒还不知情的消费者，让他们不要继续上当。业主告诉最近几天还有多人到公司来准备交钱。前几天，南岗区政府组织了公安、住建、市场监管局、街道办事处、信访办等部门的负责人给我们开了会，要求公安部门抓紧介入调查。业主们告诉记者，最近2天大家已分别到先锋路派出所做了笔录啊，这就是房地产报道的啊，这个一点都不奇啊，就是咱们一直说啊，对吧？房企暴雷已经4年，房地产相关的各行各业暴雷继续深入，这个而且叫买单的人要出来买单，这个也是情理之中啊。这个叫一品装饰这个房雷啊，如果你要定性它诈骗，这挺难啊。诈骗呢是以这个叫非法占有为目的，你并没有证据证明它是非法占有，人家真的是有装修合同，人家也在干装修这事，对吧？那所以说呢，扯来扯去就是民事合同，你交了钱，哎，他没有提供这个装修，就这么个扯皮，民事纠纷。也就是这些业主啊，十有八九要自认倒霉。还有那个材料供应商，也就是这些业主、材料供应商，他们变成最终的买单者，他们就是受害者，同时
时也是买单的。我们再看看啊，这个商场写字楼的这个情况，这商场啊写字楼出租情况也能反映当下经济情况和这个楼市啊一些情况。同样都是宁波啊，我今天看到2个截然相反的新闻，一个是钱江晚报报道说宁波一写字楼一年纳税7亿，说270余户租户一年纳税近7亿元，出租率常年在98%以上。在宁波鄞州区一栋有着20多年楼龄的写字楼，稳立商务楼宇的标杆地位。这家写字楼叫合邦大厦，说走进合邦大厦，揭秘其含金量，无论是大楼出租率还是入驻企业的整体营收、产出、税收等运营指标，均在逐年上升。在鳞次栉比的甲级写字楼丛林里，在市场持续承压且行业充分竞争的当下，楼宇经济该何去何从？合邦模式值得一探究竟。什么模式咱就不看了啊，因为它这个是个视频介绍。这是钱江晚报报道的宁波啊一个写字楼，那是火爆的不行啊。但同样还是宁波，这个1818环境眼报道啊，这个有业主反映呢，6年前他在宁波慈溪一个商场买了格子铺，交给物业代管，前一年收益还是16000一年，可最近半年只有1500。这个也是宁波啊，慈溪这个差距为什么这么大？都是宁波，大家看视频啊。开始的话有过来考察过，因为刚刚开业的时候，然后人流量还是蛮大的。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说整个的话商场，然后全是爆满的。2019年，杨女士在宁波慈溪七彩商业广场买下一间格子铺，委托给商场的物业代管。合同显示，乙方是宁波普惠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约定前4年，杨女士无偿委托给乙方进行统一招商和经营管理，免租期内因广场运行而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相关租金收益归乙方所有，用于补贴招商和经营管理。杨女士说，因为存在多个商铺合并经营的情况，她还不知道自己买的格子铺目前在哪儿。前4年的话，我们的一个租金，然后抵我们的一个房款，然后扣下来了。然后第5年，然后正常的收益，收益的话，当初我是1年，然后收到了16000多，对吧？然后这个还是蛮正常的。然后去年，然后今年的话就有点不正常了。包括的话，我给他发信息干嘛，他一律不回，甚至有少部分的一些的话业主，然后收到了一个信息，然后收到的租金只是去年的1/10左右。他有说是什么原因吗？他说是经营问题。杨女士说，今年算是商场运营的第6年，她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向商场物业提出了质疑。整个环境给人的感觉比较差，所以导致的很多商户不愿意入住。然后第2点就是说可能沟通方面吧，然后态度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要求的话，自己的话成为一个的话业委会，然后自己管理。然后租金的话，然后我希望他能正常的给我们，然后业主们一个合理的一个租金。物业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是严格按照合同执行的。第5年的16000多收益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第6年的收益是按照公式计算得出的，因为它是根据第6年，然后按照物业实际租赁收入的90%进行核算。那这个物业实际租赁收入是怎么来的？它有一个计算公式，就是这里，对吧？物业实际租赁收入等于物业所在楼层的总租金收入。那这个就是你二楼上半年的一个整体租金收入是29万，然后再乘上物业首次购买的成交价，一个就是说这个根据合同的这个成交价再除以楼层的总的销售额，这是2楼总的销售额，然后乘上这个上半年的，然后按照19分成出来的这个金额，然后去掉税之后得出来的这个价格。对于杨女士反映的很多商户不愿意入住，工作人员回应不存在这个情况。当时的就像你们签这个合同一样，他们能签订就是他们认可接受的，现在无非就是他们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然后挑点毛病说点事情，然后跟我们做一些谈判，降点房租啊或者怎么样子。那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听到的这个，因为我们接手的话，目前来说的话，商场还是运行到现在的话是保持平稳的。工作人员说，今年上半年的租金打款，他们在7月中下旬开始陆续通知业主，有的人在外地可能没注意到。我们该提供的这些数据我们就是提供，然后他们本人确认之后，看过之后没问题了，确认了，然后签字确认了，然后我们才能够进行一个打款。杨女士，你之前有确认吗？
没有确认，我信息到现在还没收到。这位，这个没有，我发信息你们都不回。因为我们是根据合同，他们提供给我们的合同上面的所有联系方式，然后通过电话也好，通过短信也好，统一去发布的，反正。然后是你说没收到，那这个东西都是双方的。你说你这不是说你说没收到没收到，我这边我也会查的。这个是我发出去了你没收到，还是说我这边漏发了，还是说怎么样子？关于杨女士提出的成立业委会的诉求，一行人来到了长启镇政府了解情况。因为这个不是普通的那个小区性质的楼的，这边1到4层是那个商铺，上面是住户。那如果你们自己自约自发的形成了这种那管理的组织，你们想成立，跟业主方跟运营商这样协商好就行了。目前最主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公开查账这个事情，我们这边也会陪人过去，你们只要代表选出来了，你们认可的，或者第三方审计机构你们认可的都行，我们陪着过去。我们当场要求他们去查账。工作人员表示，会进一步联系物业方，督促物业积极配合查账和打款工作。这个杨女士啊和这个商场这个运营方的乙方，对吧，签订了这种委托运营的协议，代管嘛。这个在过去啊，在房地产火的时候，这个模式还挺多的，但是它这个风险也很大啊。第一个就是它那个格子铺到底是哪一块，这就比较麻烦了。这一年啊是1万6，那一共才8万块，我不知道他本钱有没有收回来。现在一年这1500，猴年马月这1500干啥？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格子铺卖掉，有人接手，对吧？能卖多少钱赶紧出手。因为第一个啊，现在这个实体经济，对吧？本来就很难，这些商铺本来就没什么人，往后肉眼可见啊，它的收益是继续下滑。咱们先不说这里面有什么骗局、猫腻啊，咱们说正向这个实体经济吧，这个商场的运营，最近咱们聊的比较多。你就连北京的那个全世界排第1的啊 ，SKP 曾经排第1，那现在都不行了。恒隆广场，对吧？这个豪华商场也不行了，所以你说你这个，对吧？经营下降很正常，何况这里面可能还有骗局、有猫腻。我认为啊，这业主首选应该把它卖掉，其次才是什么成立业委会，什么这个要自己运营。因为你就是成立了业委会，你自己运营，你难道就能比这个乙方做得更好吗？那收益就会高一点，客流量就多了吗？商铺就多了吗？不一定啊，是吧？大背景在这儿，这种投资商铺啊，本来风险就大。过去啊叫一铺养3代，现在叫一铺毁3代。接下来啊，这个也不用闹，就这些业主啊，你到后年这个乙方等他这个赚不到钱了啊，等他这个商铺也租不出去，他自然他就不管了。因为这个运营方啊，他要承担电费、管理费、水费，这商铺的水费都挺贵的啊，还有卫生费，各种税也是一大笔钱。然后他还要招员工啊，在里面管理一大笔钱。等到他那个租户越来越少，出租率越来越低的时候，赚不到钱，他连这个都持平不了的时候，他就自然跑了。那个时候你这些投资者啊，买了这个格子铺的，那才叫惨。商铺跟那个住宅不一样，住宅你说我买了之后啊，我就扔在那不管，那顶多有点物业费啊。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啊，连物业费都可以给你打折，就你买了房子你不住啊，物业费交一半还可以谈。所以说他那个持有成本不高。这个商铺可不一样，商铺是有持有成本，就每个月物业费，每个月的什么水电你就不用，你也有物业费，而且很贵。那你说我这个商铺我又没租出去，空在这儿，那你也得交，所以它也很有可能变成一个负资，这就是投资啊，赔钱也很正常啊。今天晚上有个热搜啊，关于买房的，说买房千万不要买挨着公园的。我也看了一下啊，这个居然上热搜也挺有意思。这个公园的环境好，对吧？那空气好，景观也好，为什么不能买？这个有点反常识。但是啊，你点进去一看，它主要是说这个周边公园里面啊，老是有没完没了这个广场舞的音乐产生的噪音，还有那各种锻炼呐、甩鞭子响、抖空竹啊，反正是噪音特多。住在公园周边的那就是叫不堪其扰，甚至还有高空抛垃圾，是吧？然后这个在公园遛狗的这个宠物随地大小便，这个也是事实啊。我住在公园边住过，所以这个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的人他房子不是买在公园，对吧？买在这个居民区，那楼下有广场，照样人家跳广场舞，一样的扰，对吧？一样的有噪音。有的房子买在公园边上，但是那附近反而没有噪音，因为它没有广场，老太太不愿意上那聚集。有的公园里面还放电影，还光污染，对吧？所以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总体上啊，我判断还是住公园边上比较好，因为第一个你锻炼方面，对吧？吃完饭
饭你就可以到公园里溜，这个早上跑步啊，你可以到公园去跑步，公园的空气啊环境也稍微好点。哎，退一步说啊，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地方，总是啊有这样满足了你，那个地方恐怕就要欠缺一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比如说海景房，对吧？有很多人向往海景房，但是那个别墅靠海，走路拄拐，对吧？真正那个海边的人，就是祖祖辈辈啊在海边生活的人，他都不会在面朝大海的地方盖房，他都会选一个背风的地方，在山窝里，对吧？他得绕过这个山或者拐个弯才能到海边，为什么呢？对吧？海边的湿气大，这个腐蚀性也大，还有这个就是噪音，对吧？海浪的说来说去就是你买房的时候啊，你要考察周边环境，就这意思。哎，不能照搬照抄啊，不能这个刻板。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